看这几年来，资源回收的观念已经真普遍了，但是分林一寡较庄卡的所在，这个粪扫分类也是做无好势，所以分林县环保局去年配合着9间的柑仔店来做回收站，今年阁来增加着6间的柑仔店甲4大的分粮站，希望乡民会当来培养着回收的好习惯。 分林县环保局自109年开始，每下县内9间柑仔店设立回收站，来增加回收的效果。今年嘛增加回收的起点。2009年我们选定10个乡镇做的回收平均平均每天的回收量平均下来，每天大概有将近20公斤的一些玻璃品那成效不错，所以我们在101年110年我们又另外再选定10个地点。 目前伫县内的市洞、拿来、高坑、斗南拢有回收站，柑仔店的业者嘛希望透过这个回收站的计划，加强宣导回收的重要性。减少垃圾量分类，把垃圾减少，分开。 分类清楚，这样垃圾还会比较少，环保也比较好。我们也呼吁这些民众可以在源头的时候妥善把玻璃瓶做一个分色者的一些分类那做有效的一些回收。环保局的人员嘛强调，要甲无共色水的玻璃杆分好清楚，无可能会伤到清洁队的人员。透过回收站的设立，大个月资源量拢有增加，希望会当培养更较侪人，让大家有好的回收习惯。